你都不能够大点，你们都没有来装一个，各种的下邊嘅講urgent。會幫你整㗎。咩？我哋咁多啊，唔使買9號有啩。唔係而家做啦咩？陣間未洗咯未，我諗住陣間洗咗浸水，你冇攞嚟切咗就嘥咗。呢啲容易啦，識用㗎啦嚇。係咪？誒？即係有時我都係有攞嚟搞果汁㗎嘛，我有呢個飲果汁嘅，你攞嚟洗下你有嗰啲茶咁咪得咯。或者你整下你啊，木龜你攞去整下，你教下有冇咁？唔係，等我得閒先整啦，唔緊要。呢個點樣學咁我哋都好少做，有時我會生一種口又洗，有時整啦。咩咧？呢個攞上嚟俾洗下。我哋好耐冇用啊，有時我搞咗我又用，我耐唔中去用一下啦，我冇講一個禮拜最少一次。坐落嚟啦，我腳酸到喎。因為盡量去控制，唔係去食啲咖啡嘛。飲啦，佢話而家開始腰酸骨頭。可能你裝嘅時候冇裝好。咩？我都未用過，我都識用啊。係咯，得啦，擠喺度啦，慢慢啦，等我休息到我唔會辛苦嘅時候，我自。你幾時用㗎？你愛用就要用，你嗰陣時我有90萬。陣間洗咗嗰啲葉，後邊有好似有咩湯未洗嘅，因為有時有啲白嗰啲毛咩啊先，揀靚嘅愛啦，一係就。你邊度整揾翻嚟？阿順咯。邊個阿順？我而家唔喐得，太攰啊，個腳酸到痛到，因為我盡量忍住唔食藥啊。睇我啲藥咁多，啱啱出隻粒嘅時候，嗰個人帶住問我，同佢講話冇乜作用，我今日都冇食幾多次㗎咋。頭先我嗰啲醫工嚟睇你係咪？哇！你嗰個開啲嘢。哇！唔掂啊！你開個 aircon 吹下風先啊，吹下先啊，坐下先我講。你喺邊度翻嚟啊？我喺呢度食飯啦。我嗰啲咖啡咁樣，我老公都有嘅。嗰個白色嗰個，通先食嘅。呢個。唔係嗰個，呢個。唔係，呢個係屙嘅呢個。呢個。咖啡係呢個。仲有剩啊？我俾咗攞去俾嗰啲收工嘅人攞咗。叫我咁樣諗起同佢講咁樣唔得，飲兩次。你食呢個，你唔好食呢個咧。飲嗰啲水你唔好食呢啲。唔好大杯一匙羹。係啦。係啦，我知啊。食咗呢個，陣間你5、6個鐘，你4、5個鐘先食呢啲嘢，咁多咧。我4、5個鐘、5、6個鐘，你又係食呢個啦，時間到。咁你唔係講飲嗰啲茶，你唔係？咩啊？飲咩茶？嗰啲木瓜葉咯。一匙羹咪得咯，唔好飲大杯，教出嚟嗰啲汁味，飲翻一匙。嗰啲食嗰個搭下酥啊、辣椒醬嗰啲匙羹咪得咯。咁搞少少，你唔係睇苦瓜一齊搞咩？我都冇買到，咁咪飲下就咁飲個木瓜葉先啦。咩咁樣咯？你冇食嘢飲呢啲藥水啊？啱啱食咗麵線打包翻嚟嘅，食咗唔到半個鐘咁樣，到1個鐘嚟。我哋老公佢係痛啊，痛嘅時候。我老公佢有俾啲好似唔知有時唔舒服痛，佢俾你試下聽，我哋未食過嘅，佢都冇用過。佢要俾你攞藥，我講我屋企我都有。翻嚟飲嘅時候，佢叫我要飲咁樣細㗎，都外快。飲咗掃喺個後邊，哇！你睇下打電話鬧佢哋啊！我做咩你哋冇我藥？我話呢啲可以調㗎，可以調薄啊、厚啊咁樣喎。我話你改我做咩？我醫院飲嗰隻咁樣就啱㗎啦，啱咗你同我玩，你想玩死我哋？
講嘢咁樣啦，你係咪飲兩個咯大杯咯？嗯。啊，不如你整啦，你整啦。點樣整？總之你點樣整啊？洗下佢切得佢你有幾多塊？我幫你攪㗎你。煎菜攪晒都唔緊要啦。攪你一匙羹，你攪咁多做乜？嚇？唔係呢個唔係。而家我哋整木瓜，你就木瓜唔好侵埋一間，食咗邊啲有效冇效唔知道。好啦，一盞啊！你喺後邊咧，嗰啲白白嗰啲蟲咁嘅咧。你睇下呢啲白白啊咩咧白白。知啊知，你有冇嗰啲鹽啊？嗰啲鹽。啊，你後邊咯，你啊！你得唔得㗎？你老公嚇到我，後尾俾我老公嚇到我手。隨時㗎啦，我都隨時㗎啦。輪到你唔好嚇我。隨時行㗎啦。哇！夠啦，係啦，夠咗你哋就拎翻去啦，咁就我再買一個，即係我知道啊，係咁樣。同你講有一種仲細啲嘅。係咯。有我睇到。而且嗰個 brand NTUC 都有得賣，我睇到啦，有啊。細個得㗎，你整少少。唔係嗰個 brand 叫咩？好平嘅咧，成日最平啊，賣好多電器嘅咧。嗰叫咩 brand 嚇？你煮少少，你唔要，但係嗰時我覺得就一杯上嘅嗬。我飲兩次啦，放啲水，太耐咧，等你沉澱下去那個部分。你有整過啊？木瓜葉？我自己整嗰啲部分。哦。咁我錄晒啦，我有佢個 menu 嘛。我都有整嘅。嗰啲咩識嗰啲叫做咩？你睇咁樣炸出嚟冇嘢㗎，好少㗎。你飲少少，你唔好少飲。係啦，我知。我都話攞一匙羹㗎，你估飲一杯啊？痛死你啊！嗯。而家。有用㗎，不過都要。耐冇用啊，唔係話成日用，可能擠咗一個月冇用。冇一個月啦。嚇？好似兩個月睇過。我中意咧，我去買到我就整咯。到時我老公喺度，我成日都整㗎。我以為你講你冇用收埋新㗎咁樣喎，我攞過嚟用咗啊！我話你去買一個啦 claim 啊，我俾翻錢你。有啦，呢有用嘅，有時耐唔中啊，有時我啲孫啊，有時有幾樣嘢要食嘢啊，我就整多一啲味咯。不過我唔中意整嗰啲叫做咩西瓜啊。點解咧？我唔中意。炸西瓜汁啊？點解？我得啦，西瓜我好似我成日覺得聽我阿媽講嘅咧。好涼。唔係涼啊！你一切咗係咪？佢嗰啲食嘅，你唔好放佢喺度北咩吸人氣啊！切咗唔好嘅你。所以成日唔睇啲西瓜乾切咗包住我冇咩愛買。都唔知幾要切嘅。我唔買呢啲嘢嘅，真真。真係要保護自己身體啊！唔好睇住你。係咯。真嘅咧，我成日都講我而家我自己啊，因為我老公唔喺度啊，自己要保護我自己嘅。你有咩事要去到我啲細佬過嚟。係咪我？個個要做工揾食。要交代好多啊！我初唔知，睇佢哋嘅反應。我講翻幾樣就係試下佢哋點樣話，所以我咪講，如果我死咗俾我阿姐5萬，我老媽子5萬，啱啱好啊！呢度值30幾萬嘛，分5份咧5萬咪25萬咯，25萬啦，25萬25萬，所以我就講咗嚟，哇！我初以前我講我俾我阿妹5000，我冇咧，你自己拿去旅行啊！聽我講5萬，我飆咗你成對眼發咁遠。
神經線啊，嗰啲骨啊，可能嗰啲好似樹枝咧，我叫做咩啊？我腐咗啦，我即係廢咗啦，腐咗啦，好似樹枝咁。嚇？咩都問咯，講咩？問你咯，諗咩咪同佢講，點樣，全部你知晒佢屋企仲有邊個啊咩啊，乜都問啊。嚇？有啊，會打電話你俾我咯。唔係你同佢約啊，咁你唔喺屋企啊。嚇？係咯。係咯，就咩下先你可以洗呢個洗得，應該咪可以整咯，慢慢。謝謝你，咁佢咁啱好巧喎。都係要洗下，你知道點啊？嗰啲嘢入去唔會黐住嗰啲乾嘅地方，縮住黏住喺嗰度啊！你整咗水佢唔會黐住嘛，唔會話即刻黐，嗰啲黐係會有水嘅滑嘅。你嗰個木瓜葉咪攞上嚟咯，即係嗰個爐嗰度，即係喺嗰個煤氣爐旁邊啊，或者上邊啊，咁咪得啦，有得洗啦。佢發金魚啊，同阿姐講話，你有冇睇啊？叫佢睇我講嘅 video 嚟，我姐唔得閒，咁樣佢講，佢話俾我5萬嘅咧，即係話要對住3口6面咁樣嘅，我跟我阿姐，跟我二姐嚟醫院探我，咁我好死啊！佢係想3口6面對住話，我講過俾佢5萬嘅咩，跟住我同佢講話，嗰個係我即刻死咗冇喐到嗰筆錢。但係我未死啦，我攞咗嚟使，咁我二姐好嘛，心腸好，你玩得嘅走得嘅，你快啲啦，我俾錢你啊，150千我即係你間屋值300幾千，150千你攞去使咗去我嘅budget limit啊，你可以使到250千都冇得講，因為你值300幾千咪講，我哋唔需要你俾我哋錢，我哋個個有錢我講，兄弟姊妹有錢你講，你唔使俾㗎，即管攞去使，哇佢哋咬死唔放話我阿姐搞鬼啊，想話獨吞啊是點樣嗌交咁樣㗎。我鬧佢哋啊！講你哋有咩好爭啊？我講呢啲嘢佢唔識計數，唔識成我我二姐係真講到係喊咁嗰個。我你哋第日俾我鬧，我講當堂講清楚。做咩啊？而家間屋我佢俾錢我使，唔需要到我去求你哋，叫你哋個個俾10千20千等我去玩啊！你哋咪算啦，唔係先我同你開口，你咪艱難做人借又唔係，唔借又唔係，俾又唔係，咩都唔係嘛。而家唔使，一腳冇你，哇！你啲萬箭咁樣射我二姐嚟，等我咧鬧鬼佢哋，講到佢哋啊，哇！窒甩啦！哎呦，講緊呢啲，唔係睇到即係猜嚟猜去，疑心鬼，疑嚟疑去，講嚟講去，哇！唔死唔衰嘅真係。所以佢哋唔知道我係講試下佢哋點樣嘅啫，試下嘛。你話我即係貪女，同我阿媽自成日叫我阿媽去佢屋企，就係諗住分佢家產。呢個係第二冇第三嘅。我講你兄弟姊妹，你講使乜家園家父鬧人哋攞把刀吉人哋吉死人哋咁樣？你講你抵你個仔啊，唔認你呢個老媽子啊！我咁樣幾抵死啊！人哋家事你攞嚟咁樣未贏嘅，整到人哋眼淚流咁樣，你叫佢姊妹啊！我鬧佢哋嚟個個講啊！佢哋爸真我以為我識我跳出嚟就唔去聽是非，而家我死啊！聽佢哋講我唔好嗌交啊！因為所以我講佢清楚。我而家開始講佢哋咧，一句句都頂翻佢哋啊！講你哋唔係嘛？你哋咁樣即係頂死人哋嘅咧！你哋講嘢做嘢咁頂到人哋，
因為唔係我姨姐係講係一間300幾萬嘅私人屋嘛，咁佢個仔咁樣做攞咗個，我同佢講反骨咁佢話我捐晒啲錢啊，俾慈善機構一針都唔俾你，咁佢講嘅時候咧，我聽到佢，我唔怪之得你同人哋講你老公點樣啊，唔好啊，你個仔唔好，唔係你講你個仔，唔係你講你個仔點樣不孝咧，人哋聽嘅頭咧，因為咩？關我咩事啊？你又冇分半針俾我，你咁多錢你捐晒先，所以冇人睬你。我同佢講，咁你醒嘅，佢又唔同嘅邊度嗰啲。呢個死人好失控。我阿媽成日講阿妹，講到佢哋眼淚流流嘅咧。佢哋而家學咗有，仲喺度90幾歲啦而家。啱啱醫院出嚟2個幾月啦，喺屋企度啦。你睇下佢哋知道你有成十幾萬嘛，成日驚人知咪儲埋咯，唔俾人知咯。我同佢連名買過，佢都唔同我講佢有錢嘅都冇嘅。你諗住叫嗰啲仔啊女啊兄弟姊妹俾錢啊幫手，同佢哋攞嚟撐呢個屋企嘅撐咩咁樣？好彩冇同佢攞命，年尾咪死我跳樓啦，俾人成日暗沉嘅精神虐待嘅咧。你一出血出就咪出到死啦你啊！我俾你睇，全出咗幾多包血啊！有啲醫院嘅廁所嘅嗱呢啲，哇！你病包成個病包滿啊，成包血啦嗱，窿啊嗱，呢個係影俾醫生睇嘅，你又去驗嗰陣時佢一睇即刻濕血，唔使睇，唔使你講流血啊，邊度你講流血就流血，咩睇？唔會專注，即刻同你推入去。咩睇？唔會專注，即刻同你推入去，幾快。所以要知道，唔使解釋，或者你可能已經冇氣講啦，暈咗啦，俾佢睇，佢暈緊啦，好似俾你睇。我擺埋佢，所以我唔等唔拖嘅。今日我同阿妹講，點解我出血嘅時候咧，我都死都要撐住去醫院，因為我啲嘢仲未交代。black and white 攞嘢嗰啲都未做啊，我死都未做。而家做緊一啲嘢仲未簽咯。係咯，所以我咪錄音咯，影到個。錄音都冇用㗎，你揾佢簽。唔係，係啦，所以我係講臨時緊急咯，而家我叫我阿姐，叫我呢個二姐快啲咯，佢話要叫我，佢俾錢我啦，私底下我哋解決講多啲筆數啦，佢叫我以贈送呢間屋俾佢個女嘅名義，因為佢個女係殘障人士嘛，又有少少智障嗰啲啦。政府話佢唔買得屋，28歲嘅咧，或者要叫佢賣，俾佢賣，或者即係話。依家你講賣嗰啲啦。決定啦，但係佢講要問個律師先至去做手續，先至去做手續嘛，唔係先你去到嗰度話呢又唔得，佢唔得，咁你嘥事。而家你先講見人喺度啦，大把人喺度你先俾佢，係啦。而家你住邊個啊？知我阿姐唔會趕人哋嘅，佢係咁嘅。因為我同佢講話，我賣俾政府先，賣俾你得把 CPF 得把嗰個200,000，咁樣我300幾千得把200，咪仲有百幾千啦。百幾千，我一簽落嘅合同，佢俾我40千先，40千嗰度靠剩100千啊，譬如講剩100千，嗰100千佢俾我嘛，佢俾翻我10萬啦，咁樣俾我，我個月又租俾人哋收租咧，咁我每個月仲有2400。咁你買翻呢啲，我哋唔得租咁多人咧。得，全部得，除非你搬嗰啲私人單勒鏈嗰啲公寓嗰啲唔得。我哋可以租。呢啲照樣照舊咯，照舊隔離咪出邊。90歲嗰個隔離。啊，咪租俾一樣，照舊，原地養老。我聽佢講好似可以租一個人住喎。冇啦，唔理你㗎。咁我住到我死咗間屋咧就俾我阿姐處理咯，因為佢講咗我死都係間屋係俾我阿姐個女嘛。咁我又幫佢諗到嘛，你
30萬啊，30幾萬啊，你擠銀行一年幾多錢啊？利息你講啦，幾多錢啊？啊？幾百蚊啫，30萬幾百蚊啫。一年有千幾係咪？OK 啦，計一年千幾蚊，你買間屋每個月2400冇啊？係咪？你住響住，你嗰啲收呢度租嗰度過生活，你又諗住咁樣嘛？人有時動下腦筋先嘛，係咪先？你自己覺得辛苦係你，因為你自己唔會用下腦係咪？好似我阿姐咁，我姐夫過咗身，剩低佢自己一個，好似又變咗佢又係跟佢老公咁樣痴呆啦呢樣嗰樣，因為冇人理得你一個人大間屋，個仔做工，夜晚做夜班翻嚟要瞓覺嘅，一冇人喺屋企嘅，咁啊夜晚佢瞓覺，佢仔去做工，翻嚟佢仔瞓覺，佢醒，佢又唔會嘈佢做夜班。咁阿姐，我呢個第二姐同我講，不如啲隔離鄰舍又整蠱佢，成日蝦佢啊，自己一個老雜波咁樣整蠱作怪咯，裝 CCTV 啦，呢個唔嗰樣啊冇，咁啊整蠱佢，咁啊佢又有時睇到地下有啲頭髮啊咩咁樣篤對 CCTV 惡幫佢咧，我係整垃圾咧。我成日都係講啊，有時我都係會掟係掟咩？嗰啲雀屎啊，喺呢個 aircon 嗰度，喺呢個手窗口嗰度。請問你又有講你乜呢個又有垃圾桶啊？你咪講啲仲有嗰啲違規嘅，哎呀你執屎執尿有，我係媽你去捉嗰啲雀養雀嘅人。我有人講你啊？冇講啊，係我啱自己啱講我，你嗰陣同我講錯，呢啲唔係我嘅嘢嚟，係咪？咁佢有種嗰啲花草隔離啊，種花草嘛，CCTV 照住燈要捉佢嘅。咁你淋晒啲水啦嗬，靜少少咁淋去隔離嘅咧，咁就惡光嘅。你喐我啲花草，係我如果係我講，我會同法官講啊，即係而家俾你哋整蠱作怪，整到佢精神恍惚啦，整到佢就嚟憂鬱症啊！你仲告你添啊，最大嘅應該係告佢嘅話，你成日騷擾我姐啊，呢樣嗰樣調轉我，你中唔中意裝嚟玩啊？你想嚇死我阿姐，係咪咁蝦佢咯？咁而家佢個仔做嗰啲好高官，反而驚事，俾人哋話你嘅媽媽就你嘅咩，叫成日鬧你阿媽㗎，你不要這樣，你不要這樣，你不可以這樣子。我唔明我哋特登做咩啲，不過呢啲掃呢啲係花嘅嘢，你又係我連啱呢啲嘅，呢啲雀屎咧，喺路邊我嘢同你執雀屎，抹咗，哎呦嗰垃圾桶係冇用嘅鎖死嘅，咁啊掉下垃圾桶，你咪講很多細菌。我買個卡拉 OK 啊，攞出嚟唱下好冇？新嘅細個嘅，唱翻首啦，你都喺度。我而家飲咗就好啲啦，鬆啲。我先最隻粒嘅士兵。所以大個呢種樣係4方嘅，我又買咗好多粒啦，你見過睇過？呢個再大啲嘅，呢個盒個箱又大嘅。唔係，因為我換咗呢個箱啊，唔係大箱，呢個籃俾我撞到扁晒、歪晒、走晒樣，變晒樣。我哋整呢個。咁咪整呢個咯，咁樣咪抌咗落去下邊。幾多錢呢個嘢？咧？啊？依咪冇相干，邊度有咁梅花又冇相干？誒，試下玩下。咩歌？唱咩歌？嗰啲流歌。流歌講嚟聽下先，咩歌？唱咩啦？講。哎呀，我沒有騙你。我沒有騙你，有一首歌咩？邊個唱㗎？我沒有騙你，沒有騙你，邊個啊？女仔唱啊，唔好揾男人作歌，男人個歌好高嘅。OK。所以唔係講嗰啲 K 而家興細樣㗎啦，已經。我沒有騙你。哦，鄧麗君啊。嚇？等先嚇。冷漠，鄧麗君，莊學忠，高勝美那女人嘅。跟住啊羅時豐啊，林翠萍嗰啲舊幾萬年嘅，林依英啊，咁啊你咪揀呢個咯，頭先講嗰個高勝美咯，
先啊，未開嘅，用都未攞用啊，啱充完電啊嘛，咁樣。Power on, Bluetooth mode. A99 Pro， A99 Pro， 你睇唔睇得到㗎？睇到啦。睇㗎嚇，你識㗎啦嚇，嚟啦，先啊，試下聲先，校聲先。你 hello 幾句試下。分邊位度？第一粒唔係，最尾一粒唔係啊，係啊，最尾一粒下邊嘅，睇下先。我沒有騙你。啊，好嘛？你自己覺得點樣攞遠嘅靚，你咪攞遠啲，近啲靚嘅，聽自己 adjust 嘅。而家攞咪冇話以前老師講，你要將死嘅嗰啲人，佢以為自己係師姐師兄嘅。我跟你講，你不應該拿將，你要將，聽唔到聲啊！咁鬼啫，係咪？哎呀，我沒有騙你。我沒有騙你。坐呢個鼓喎。啊？要升走嚟。佢賣俾人哋50嘅，佢賣我平啲咯，因為我成日同佢買穿住佢呢隻，手唔會攰啊嘛。你唔可以影到個天花板咁高，你自己盡量OK，start 啦。測試，練唱。他幫我弄木花葉舞來喝。我沒有騙你，沒有騙你，愛你我恨不得已，既然不能夠在一起，不早點分離。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倆的過去丟進河裡，埋在土裡，讓我倆永遠地忘記。爽？我實在愛你，實在愛你，我要你犧牲我自己。雖然我沒有得到你，你曾給我甜蜜。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倆的過去丟進河裡，埋在土裡，讓我倆永遠忘記。哇，那很好啊！來我家做義工，幫我做炸鍋，炸那個木瓜葉給我喝。我為你流淚，為你哭泣，不要分離，實在不得已，今生不能夠在一起，來世我倆再相聚。
有情人埋在土里，让我俩永远永远地忘记。我想幾同影緊你啊嘛，影到滿天神佛啦，咁就 OK， 可以了，謝謝。對，又要啊，又中意啊，買啦，買俾你啦，買俾你啦，呢個方便咯，輕嘅用攞可，屋企重可，屋企搶啊，呢個中點搶，我啲茶鋪嗰度搶。我啲茶鋪搶，頭先我係飲一匙羹細個㗎，係咪？佢飲一個唔係一格唔夠。沒有人啊，沒有人在啊。那個睡了在。哦。一樣睡下面的。沒睡。哦。沒有睡了，你們唱好了。對，我知道，我大概這個時間還可以了，而且剛剛開始只唱一兩首，沒事謝謝。你看我現在要喝嗎啡了。你啊？我的癌症擴散了，醫生講我最多1年，開心的話。不開心隨時死都可以，就是沒有這些藥，我早就死掉了。嗎啡我知道，嗎啡在我們那邊啊，癌症患者就是最後痛的忍不住的時候。就是嘛，我現在就是最後啊。而且你的這個藥啊，在中國醫院去買的話，必須要開證明去買。你不開證明沒有的。這個藥不是說你個人想去買，他就賣給你的。醫生的要有醫生紙，我出國什麼他要給我一張紙，我要過海關什麼他說我非法什麼給他看他就 OK 的，這邊有我的名字什麼全部嘛。你的癌症已經擴散了。擴散，他講擴散，等死而已。擴散哪裡？他們臨終全身啊。全身啊。現在是我的腳痛到我叫救命，所以我會很痛苦，就是我的這個右腿這邊痛到會死。所以他今天來榨木瓜汁給我喝，我要用各種別的方法，不一定要醫生給的方法，可以好就好，不可以好就。你們中國有這種藥？有，一個網上有。你們中國好像治療癌症的也是有一點藥。現在在中國啊，就是像你們這麼大的年紀啊，只要不要查得出來病，只要查得出來病都是癌症，都是癌症。好了。癌症患者太多了。好了，現在我每年都給我爸媽體檢。我不太擔心什麼，我只是還沒有交代清楚我的肚子要怎麼樣，所以我就一出血什麼，我趕快衝去醫院。我說我不是怕死，我是說我的東西沒有交代好，人家家裡很亂，全部歸政府的，歸國家的，然後趕快講。交代好了，我就隨時死。那你的這個屋子最後是歸你？賣給我姐姐，就是說當成送給她的女兒，因為她的女兒不可以買，不可以買，但是送可以，所以就遺囑上都送。那這個屋主的名字待會改成你姐姐的女兒是嗎？改成女兒，那我有跟他們全部講好了，像你們的情形多少錢什麼，你們要住不住也是可以的，什麼到時候了沒事了。跟改次你們要怎麼辦？不會了。不會啊，早了，沒事。早了，你心情還是比較好的。看得出來。所以說要想得開。你該吃的你要吃，該喝的該玩的你要玩。是啊，我姐姐給我，她說要給我，我的屋子值300多千，她講給我150千出國旅行去玩。然後還跟我講，你不要管我們每個有錢，你不需要留很多，你可以花到250千。他講。你的這個屋子現在是值300多。300千啊？大概330、350這樣的，因為樓下1樓賣330。你看那個印度人裝修。那就是大概3萬了。 33萬。好了。他計人民幣幾多錢？大概人民幣100萬。不止。不止33乘以現在是5.5了。哇，5.5了。181萬。180。秘密。好了。
其实我们是不可以在新加坡买的，我们可以在新加坡买，其实像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买的，可以就是你有这个自身条件去买。他不给人家随便买的，因为印度人聪明哦，他们拿 BR 哦，拿了买了，不是，所以他拿了 BR 他就可以买，他买的时候物价起10万的时候，他卖掉回印度，然后BR给你赚10万。他就是说等物价在涨的时候，一下子再把它卖掉，他中途赚了他的住的，而且还赚了钱，然后他赚了钱就回印度了。所以他的这个在新加坡，你要是能卖个几十万到他们印度去，绝对是个土豪，绝对是个土豪。是啊，他们来也买得起4万5万更有钱。其实这个专业人士，这个30-40万在中国的话，只能说是一般的家庭。一般的家庭。就是说算起人民币的话，100多万是一般的，因为你们买屋子都是200万。我去年我是21年我在我们那个城市市里面买的，是128万人民币。然后装修花了33万，差不多160万，160万人民币，新币的话也就差不多30万了。我交代我姐姐了，如果我忽然间去世的话，你们的是1个月押底，每个人都1个月押底嘛？那他不会，没有，他会还给你们押底跟补你1个月的头期，就是如果是马上搬的话，就是要给1个月通知，等于补1个月。可是如果要给你再继续住的话，就不用啦。如果你觉得要搬的话，或者警察说不可以，手续还没有弄，他们全部要搬了。因为以前我们隔壁楼下4楼几楼那个屋子跳楼还是什么掉下来哦，警察来叫他们全部马上搬了。不管他的那个是还不知道是什么案件，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什么案件，警察要把你这个屋子要封掉的。你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。因为他是跳楼的吗？得未啊？得搞嚟收咗佢先，我可以食嘅時候我攞嚟入煲熟佢。我要煲下面。要煲熟佢就煮咪咩毒死嚟㗎，生啊好犀利嘅。你哋講搞到你死啊，痛死你啊！沒事啊。我現在覺得是因為我的這個腳好像束縛哦，那個組織在這變成組織要壞掉，所以它會這樣痛一點，它沉一些。你的癌症是不是轉移到你的骨頭了？我懷疑啊，他們醫生周圍都有田啊，呢度有田啊嘛。在你没有生病前有没有喝那酒啊？什么酒？我说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喝酒？有。歇吗？我喝那个苦酒、养命酒，那个法国郎酒。我跟医生讲，因为我痛啊，我没有麻痹药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就喝酒来麻醉。醉了就睡着了。我姐的他是高癌，在他没有查出癌症的时候。但是他们会跑门队，
沖啦，啱㗎啦。誒換啦，你個榨果汁嘅攞嚟呢個攞去。誒，你嗰個用咗1年都冇相干，好咪得咯，我唔嫌棄咪得咯，咁樣你咪攞呢個去呢個新嘅嘛。嚇？你咪清咗佢咯。以前他们每次来我家唱歌的，我就跑去他家唱歌的。洗衣服的时候啊，房东要求洗衣服1周只能洗1次，你洗澡的水啊，不可以淋在地上，它旁边有个桶，让你把洗澡的水淋了下来。还洗推了嘞。还要冲那马桶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搞得真他妈恶心，我操！因为他的马桶没有通那水，必须要用你的洗澡水来冲马桶。哎，我真的搞那个桶。真係骯髒，因為乜事？已經骯髒，你喺沖馬桶就氣了咯。黑蒙沉沉的真係。有了没事。而且他那个屋子，时不时的那个墙上爬的全都是蚂蚁。哦，屋主也住在里面的。屋主住在里面，而且他屋主，他的弟弟，他弟媳妇还有2个孩子。哇。不會啦，這個安迪來的。今天是那種安迪。等一下，你寂寞了，把他们当成是你的儿子这样，然后又姐弟恋这样，就晕了。没有，因为心想哦，反正我都年龄有了，我豁出去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好多人俾你嚟成嗰個唔知咁。放㗎啦，喺度休嘅。唔知㗎，我冇諗過應該係佢嘅。他的老婆在老人院嘛，所以他的家裡租給人啊，他是不可以開燈嘅咧。冇開燈嘛，黑沉沉。一黑已經冇個燈喎。咁咪抹啊，攞啲布。唔使啦，唔要我幫幾師你整啊！有一日啦，你幾快啦，喺時間過得真係個，時間很快過。嗰個拎翻嚟咧，一大堆俾我。咩布嚟㗎？好嘢咯，呢啲我又熟水。後邊嗰個啦，佢哋做嗰啲專門係宿舍管嗰啲內地嗰啲工人啊，俾你做咩咯？你幾多條俾你啊？俾多2條咧，你3條咧。呢個做緊布好㗎。係咯，我仲未攞出嚟，因為我嗰啲仲好啊，嗰啲貴嘅咧，珠磚袖啊，一條溝幾兩溝錢啊！咪呢個好啊，呢個好。呢條我中意啲攞嚟抹。中意再俾多2條咧。夠，我翻自己用。咁就係啦，3啦，頭2、3標，1、2、3，我唔中意4嘅咧，
盡量係1、2、3，即係馬標又好咩都好，1、2、3頭標、2標、3標。2標、3標嘅好啊，今晚唔係啊，今日係多科。今晚你有冇多種？係啊，有啲靚衫啊，你揀咗啊，拎翻去着啦，着得嘅話。邊個㗎？我嘅，呢度咪有6個月都用唔夠。夠啊！我冇攞你咁多啫嘛。哦。你整咁多做咩？你飲唔晒，你留翻隔夜唔好嘅。你要做嘅時候再做，我咁收住做咩？如果你嘅身材着得落，你咪拎嚟着咯。我真係唔愛啊！呢啲衫我點樣着啊？咩？哎呀！你我已經驚熱嘅咗呢啲衫。哇！咧幾靚啊！呀！你去邊揾翻嚟嘅啲嘢？淘寶地攤嗰個506嗰度咯。我個身材咁靚，你叫我着呢啲衫你好啦，咁啊唔使睇啦，好多件嘅。你睇我咁有咩？咩？唔得啦！跳舞嘅表演嘅。你攞到咩買嚟嘅乜嘢？送俾人哋咯，諗住哎呀。邊個着啊？而家啲人着咁嘅嘢。如果你自己着得咁鬼熱到落去，誰要穿新嘅？有人要穿新嘅。可能你着得到咧。我咁靚啊！你唔得，身材唔得，好。你係老花咁。諗住成日叫人哋唱歌呵，我哋嗰啲做義工嗰啲以前我成日叫佢哋做義工喺親老人院，叫佢哋去唱。咁平嘅啲送啦，買2件俾人哋做紀念啊！死啦！得你唔着得點做？我都同你講啦，同你換咯，我都舊樓幾年嘅。仲有咩換？一係攞呢架同你換，或者攞呢架同你換。唔換啊！我買咗個都未曾喐動啊，喺屋企嘅。我想插電視機，我都睇電視機。因為我個電視機而家係新款啊，後邊冇咁多嗰啲白燈嗰啲嘢㗎嘛。我跟下用咯，變咗有啲嘢當呢啲冇插掣嗰啲冇插掣好辛苦㗎嗬。所以我電視機壞咗，我去揾得入邊好多粒嗰啲咧，因為我爸爸我老公喺度嗰時我去買嘅，我冇諗起咧。攞嚟你又唔得插，你睇到咁樣變咯。買 extension 咯，一個 HDMI 上extension 一掟咗出嚟喺 Siemens Square 嗰度揾咯。你同講你接咩係0316嗰個眼鏡0316 Allen 咯，我成日講Allen 係呢咪成日走去揾你咯，有時我話他去認識那個老闆，跟他做朋友嗰種笑到喺度，真做咩會膊頭你笑？後邊電視機冇啲插嗰啲卡啦，我哋做咩 extension？ 咁你 extension 呢個一條位插喺電視機先可以拉住嘅。你而家係插咩爭咩冇得插？卡拉 OK 嗰啲咯。卡拉 OK 係咩？卡拉 OK 個 speaker 啦，影唔出得。卡拉 OK 嘅 speaker。你知啲嘢個 audio 嘅一粒咁，捉佢嗰啲聲就全部喺個 speaker 出嚟。你開咩波度，佢嘅聲都喺你嘅 speaker。因為你後邊嗰個電視機冇呢啲電啦，唔係，佢就喺嗰度揾呢個 extension 嗰啲 plug 咯。咧佢個插喺電視機嗰度嗬，出嚟變咗係 normal。呢啲又冇人同你做啊！你叫我做我又唔係做電器嘅，我點會識做啊？你如果叫我做我可以裝就好啦，你叫我自己去插，我真係唔敢插咁多電線。你譬如我們又不是做電的，人家插到唔啱咪驚啊！除非你我幫你買，你幫我整啊，每個冇 service 咁嘅。冇 service 叫我買咩？我唔記得喺度講過轉俾你 WhatsApp 俾你頭先唱嘅。你冇相干啊，有咩就玩啫嘛？我哋講下我們啲測試什麼？我們天天買新的東西，不是測試，天天有得測試。轉緊㗎啦。咁慢嘅瞓覺。好乖㗎，我講嘢聲氣咁。好乖㗎，我講嘢聲氣咁。好啊，呢4個，都2個過咗2個年啦。好乖㗎。4個。
唔同㗎。你話俾你食嘢買嘢嚟擠到你唔喐你嘅嘢，根本你經多謝咁樣就係唔喐，係都唔食㗎，唔喐你嘅嘢㗎。上次我係咯，即係講佢哋好好咯。咁我就交代我阿姐話，俾佢一個月頭通知，即係賠佢1個月，同埋佢實底咪2個月咯。900蚊，俾翻1000蚊我阿姐講。我其實咁老實講啊，真係買咗佢靚姐個女，你個姐個女喺度住，你養得慘啊！佢唔喺度住嘅，多數係要攞嚟收租，等 M block 賺一間屋嘛，新屋嘛。係啦，嗰個老實講，佢嗰個你又咁講聲，你揾有屋你都講以前嘅屋主。所以咪講起嗰時，我哋都要顧呢百咁樣嚟收人係。可能你行去200超過，你俾佢哋自己做嘢。咁用都知道冇超過咁用，係嘛？超過咗1-2蚊，你知道哦，俾得起就照樣啦，俾唔起咪慳啲咯，唔好咁開啊！你洗衫褲我知你一件落去洗我都唔理你嘅，一件衫褲又一條毛巾沖完又即刻洗都得㗎，我唔理嘅，唔理嘅，因為預咗啊嘛，已經預咗嗰個預算喺度啊嘛。所以時都幾係啊，大家啲唔使，唔好去講嘢搬。佢啲咁好，你我想揾翻啲咁樣嘅翻人啊，都唔知有冇錢。有啊，我呢個 agent 佢有嘅，因為佢係專門係嗰啲人嚟到新加坡學做工廠啊，做咩嘅？佢哋有上課㗎。你點樣照屋主嘅嘢做㗎？你一條咩 complaint 搬㗎就啊？起薪介紹㗎，呢個 agent 就係好咯，佢今日俾轉錢俾我，介紹房客俾你，我107租咗咯，都。上次你介紹那個207的哦，他講要等他的房客搬來，他才要找人嘛，所以我就等着，他說租了咯，我講，啊，唔知佢幫人過嚟。應該係㗎啦。你俾50蚊我轉俾我啦，50蚊commission，你介紹的給我，說真的嗎？我第一次攞人哋俾我飲茶嗰類嘅介紹人咧，我不嬲介紹我話知你正俾唔俾啦，即係我哋覺得你好，幫你介紹冇所謂，即係以後我有揾你，你都會介紹好客，我怕佢放下俾我嘛，你知道咁，我係咁即係話容易講嘅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你自己轉50蚊俾我啦，我同你講謝謝你，係咪嗱 ？Transfer $50，係咪？今日啫嘛嗱，昨天嗱，昨天11點幾朝頭早咩？我同你講。他是那個小長活動中學，做了一個作業，聽到我講說我是做給人家什麼，聽到我說哇你很好的，他說叫我介紹你給他咯，等他收拾好屋子，他就找人家來住了。你是要我打給他對嗎？你去關心一下，慰問一下也可以了，然後你跟他講說我介紹先，你真的哇，真的是你是很熱心的，很勤勞的咯。做 sales 係咁咯，我覺得咁熱心嘅你仲打嚟關心下我啊，咁樣咪俾生意你做咯。還有，OK， 啊，呢個我住醫院嗰度咧，佢住1個月開刀，你呢個咯，小腸出血住1個月開刀。仲細過我咧，不過細1年啊。睇得出我65歲，64，好癲㗎！佢病房嗰度唱卡拉 OK 都好開心嘅，好開心㗎。仲有一個auntie好笑啊，佢唔知道佢唱到哇邊個放心啊！放心啊，你說不要就不要，我有錢賺咩？你說不要了，我給你放上去，等下給你嘛，我賺什麼賺給你嘛？不要跟你放，只有啲人詐客氣，不要放，真係唔放啊！喺度面係咪啊？
唔好紙袋裝住啊！使啦，近你咁樣阻住，唔該咁多嘢，我啲我唔中意咁多嘢攞翻屋企。你多啲我。你咪唔知道我唔中意咁多嘢咧。我一日執到黑嘅屋企，你唔知我。我洗咗啦，佢哋喺 hospital 唱嗰個兩公婆。我洗咗佢啊，因為佢都唔咩嘅，話唔可以擠，唔可以咩嘅，我就慘咗佢，都冇咁得閒同佢傾偈，因為兩公婆好嘅，兩公婆成糖黐豆咁樣，啲都講唔停嘅，一見面就嚟到 hospital，得閒同你講嘢，最多係笑下嘅，或者你老公仲喺瞓緊覺，就同你講多幾句啦。